咁所以咧，我哋可以見到一件事就係咩咧？就係而家咧衰過舊陣時，咁死火啦！咁樣呢個咩由亂到治，由治及興，咪即係出咗事咯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嗱，今屆嘅總投票人數係1317682人，而上一屆2021年當時係一個劣勢嚟嘅，仲有疫症，世紀疫症係嘛？好啦，當時有1350680人，即係如果我哋講準確啲咧，爭咗32998票。呢32998票代表嘅係咩啊？代表嘅香港不進則退。理論上，我哋應該比起2021年好好多嘅，係咪啊？由亂到治，由治及興啊嘛，係咪啊？如果根據如果恒生指數咧，應該比當時咧上升多2萬點先啱。樓價咧應該比起當時嘅價錢咧貴50%至100%，咁樣先至興啊嘛。